我再次提醒你，一定要记得。谢谢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好的，郑局，我尽量拖住他们。郑局怎么说？郑局问，有了直升机，制服武阳的把握有多大？很小，就算我们把2个驾驶员换成我们的人，只要飞机起飞被武阳用枪顶着，我们就很难保证在空中把他制服。郑局也担心，一旦武阳是因为直升飞机逃走的，到时候对谁都没法交代。我们是边境城市，飞越过境的时间会很短，即便在邮箱上做文章，武阳他也不会相信。最终的结果就是机毁人亡，更无法交代。郑局已经跟陆航团沟通过了，他们也这意思。你们就该和上级部门如实说，在生命面前，什么都不重要。郑局没有放弃，已经通过省厅跟军区联系，正在协调。可是时间一定不够。你们看，他们的监视器全瞎了，刘康也死了。我们能不能想办法让剩下的2个绑匪离人质远一点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制造进攻的机会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刘康死亡之后，恐惧会占据他们的心理，他们当中至少有1个人会跟人质形影不离。你能不能有点实质性的建议？我也在想。李局长，我是陆大安。老陆啊，我认真的想了一下，这个案件这样下去不行啊，恶性案件一个接着一个，这样对上对下我都没法交代。在我到达之前，你赶紧整理一份详细资料，包括现场的谈判整个经过，以及江云成的表现，越详细越好。是，我马上整理。哎，陆局，你去哪儿？怎么，你有事啊？啊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那个武阳那个班的毕业名册呢，我让人家找出来了。啊，好，对不起啊，抱歉了啊。我可能要出去一趟。喂，陆局长，你在哪儿？我在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我听到报道了，怎么又杀人了？怎么又出人命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别急，是一次意外。我当然知道是意外了，可再这么下去，你怎么向上级交代？我怎么向孩子们的家长交代呢？这个我交代。宋先生，你是不是要帮助我们做什么？陆局长，别的我可以不管，可老师和学生们还困在里面，这我不能不管了。我必须保证孩子们安然无恙。你瞧你说的，不是你保证，是我们保证，应该是我们比你急。现在不就还剩下4个人质吗？这些绑匪还能做什么？那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是我的义务。我知道。现在不是一步步在谈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跟我说。经济上有什么困难，我可以想办法；政策上有什么不方便的，我可以出面帮你协调啊。我觉得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做什么都不丢人了，只要是能把孩子救出来。那样，我会尽力协调好的。那。哎，陆局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您有什么事儿呢？您先去忙。好，那谢谢了啊。哎，校长，我跟你探讨个事儿啊。你说，如果说对一个人呢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、猜测，是不是对整个的印象都变了？对，这也是我们搞教育的一个大忌。所以说就不能带着疑问呢去工作，还要继续。校长，那样你还是带我看看资料吧。老姜，你刚才说
另有计划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分析过，武阳谈判不过是个幌子，背后另有逃跑计划。他突然提出直升飞机，是因为计划出了问题，但到底是什么问题，以及什么样的计划，暂时我还不知道。武阳背后计划，这就是说，除了钱和人质，还有另外一个出逃计划。一个不用直升机的计划。对，因为计划出了问题，所以直升飞机的事又被提出来了。刘老师，我以前说过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更应该互相依靠。说老实话，警察如果真的冲进来，我肯定是守不住，那就只能和你们同归于尽了。大家记住，要赢捉小鸡的游戏。说完了，没关系，接着说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反正活着的机会也不大了。张元成，我知道，你们这些当警察的呢，办事总远是拖泥带水，我习惯了。可如果不逼你一下，这直升机恐怕这辈子都到不了。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每15分钟我杀一个人质，直到直升机到了为止。武阳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提出的任何条件，我有忽视过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想说的是，你在威胁我的同时，也在威胁你自己。你心里很清楚，我已经上报了，可直升飞机到这需要时间的。这个时间你不给我，只能证明你没有诚意。我给了15分钟。不，你要这么逼我，我真的没法做了。能不能给点时间？就15分钟。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50分钟，我马上去催。半个小时，我的底线。行，半个小时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开始杀第一个人质，然后每15分钟一个，直到杀完为止。我说到做到。刘老师，过来坐，这样才像一家人嘛。走，小朋友，上车。送到康复中心吗？你刚才说2名绑匪离人质远一点，你说一下你的思路。我的思路简单的说就是舍一保三。接着说。我的想法还没想完整，
武阳这会儿肯定和人质们连在一起，黎威必然会到观察口了解外面的情况。一旦他出现在观察口，我就有能力解决掉他。在解决黎威的同时，如果几个孩子能甩脱武阳一定的距离，我的突击队就能迅速营救。不行，行不通。这个假设必须建立在我们明确了解里面动态的情况下。这显然不可能，算了，放弃吧。看看没有这个可能，我们能不能创造这个可能？假设营救成功，那么武阳手里就只有刘丽一个人质，刘丽死，他得死。但凡他有一丝活的念头，他一定要保证刘丽的人质安全。如果能那样的话，那么无论是进攻还是谈判，我们都有制胜的把握。至于他手里那枚炸弹，总会有办法解决的。想不到舍一保三，是给最终的胜利奠定基础。这仅仅是假设，要形成这个局面，还需要很多条件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和人质取得互动。你的意思是内外配合？这太难了。是很难，但你别忘了，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位资深的谈判专家。我再打一个没有监听的电话。喂，哪位？我姜维成。怎么换号码了？是我自己的号。我想单独跟你聊聊，跟谈判没关系。现在跟我说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恐怕晚了点吧？哎，你说你几次三番把我拽回来，非得把我逼到这个位置上，你想整死我？我死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行了，别想跟我说什么领导压力了，要玩下岗了，你烦不烦啊？我现在想下都下不去了。要不我跟你聊这个干嘛？那行，聊正经事儿。你有正事吗？你条件那么苛刻，我早烦了。我也没有漫天要价，直升机一直是我的条件，我总得跑路吧。刘丽是不是在你边上听着呢？给点空间。刘丽，她现在和我是同命鸳鸯，我没必要避讳。你的意思是说刘丽必死无疑？她当然不会死了。等上了直升机，我也得带着她。我心里清楚，你们肯定不会放过我，所以她的命就是我的命。等我活着出去，高兴了，我保证人质一个不少，全都还给你。你现在真跟刘丽在一起啊？就在我旁边听着呢。你不会想跟他说话吧？离他远点，好吧？您这些话他听了毕竟不好。少跟我来这套。想骗我出去，然后你带人进宫是吧？我就是少了一个人，监视就瞎了，怎么样？我怎么是欺负你？我凭什么？我怎么敢呢？我知道，那2个孩子已经告诉你刘康死了，我不怕承认刘康死了。可我告诉你，刘康死了，我照样有能力跟你斗。你非要这么想，那就随你吧。告诉你姜维成，我会和刘丽还有所有孩子们形影不离。如果你想玩到底，我奉陪。那我也坦率地告诉你，排窗的天梯我也不会撤。爱撤不撤，反正我死也不会去排窗。那我就有数了。看来咱俩心照不宣呢。给我点时间。我也烦了，我等不起。是不是有了直升机，咱俩买卖就一次齐活了？等直升机到了再说吧。那武阳，帮我个忙。
把人质的模样弄惨点，拍个彩信发过来。你都很清楚，咱们这离边境近，临江做不了主，踢航线，所以我得把这球踢到上面。我怎么总觉着你没憋什么好屁？我知道你烦，咱俩聊这么久，换谁都烦。话就说到这份儿上，啊，干不干随你。警察要来救我们了。妈妈，你别害怕，没有他，我们一样可以过日子。以后我们在一起过，我养你。妈妈不怕，妈妈有你，什么都不怕。李威，外边有动静没有？没动静，但没动静才可怕呢。我觉得得过15分钟，咱就得杀一个人，不能怂。这事儿要不让我来？你早这样就好。现在晚吗？不晚吧？江元成想让他的上级看到人质很惨，让我给他发个彩信。拍什么彩信？多啰嗦啊！你交给我，我再来干掉几个，把尸体直接扔出去，这多直接呀！你杀人杀上瘾了？对，我就是上瘾了。这得感谢你姐，我托你姐的福。别提我姐，记住了，永远别提我姐。咱们身边人越少，越不安全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就不明白，我也不想明白，我就知道我得杀人，逼我杀人，我不能怂，我不能怂。哎，你告诉我，刘康那枪呢？保险在哪儿呢？我找不着啊。没锁。他们搞什么搞？我没搞什么呀。看不见希望的时候，人总可以发泄一下。我都跟你说了，这事我做不了主，我得上报啊。好，我这就给你拍照片，让你的上级加深印象。洋洋怎么办？洋洋，我去救。警察叔叔很快就会进来，你们两个先走。我的话记住了吗？往排窗那边跑。排窗外面有警察叔叔，所以你们不要怕。如果我跟武阳的对话已经达到目的，
就看刘丽能不能领会了。刘丽的性格懦弱窝囊，一时还无法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层面。人质的特性就是敏感，对营救的期望会让他们更加敏感。求生的欲望大于一切。对，也怎么能想象一个胆怯的人能够背着炸弹镇定地站个几秒钟？但要想让刘丽甩开武阳，他需要更大的勇气。这个勇气来自对我们警方的信任。刘丽推出孙楠，说明他信任我们。敏感会使人变得聪明，聪明的人不会一直等待。这倒是一句安慰的话。但愿刘丽能用 OK 的手势表示他已经明白了我们的意图。刘老师，麻烦你把外套脱掉。脱。告诉大家，蹲成一排，让自己看上去惨一点。我要让大家上新闻。大家听好了，他要拍照给警察叔叔看，我们每个人对着镜头做一个字，偷偷的告诉警察叔叔，明白了吗？偷偷的。来。刘老师，你还是站起来，这样炸弹能看清楚。谢谢。取关。放大他们的手，连窗是排窗，再往这边一下。营救，看来他不仅明白了我们的意图，而且还主动的想逃跑。事儿闹大了，我马上去准备。刘伟，回话。他让我进去，我有话要说，不能进去。各位家长，大家不要着急啊！刚才的报道我看到了，大家不要着急。作为孩子们的校董，我先表个态，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们安全的救出来的。宋代表，您作为警方工作的监督者，对目前的局面有什么感想呢？怎么说呢？我非常理解警方现在的立场。如果给罪犯们提供了直升飞机，让他们逃离了现场，这是警方最大的工作失误，也会助长一些蓄意犯罪的人的这种气焰。可是，作为一个人大代表，作为学校的校董，我认为孩子们现在的生命安全比一切都重要，比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还要重要。所以，我已经和这个农用直升飞机公司联系过了，他们答应以春波的名义，提供这个直升飞机，提供航线，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啊。宋代表的话说的已经很难听了，我们再不能开通航线，所有的民怨都会落在政府身上，民愤极大。假如我们真的给了直升机，那我们就再没有选择了。可是要不给直升机的话，武阳也会孤注一掷。为了人质的安全，我们警方可以委曲求全。不过我希望在场的所有警员都应该反思一下，我们头顶的是警徽，我们捍卫的是什么？是法律。我知道，我会尽全力。老陆回来没有？他在调查另一条线索。如果成功的话，会是一个巨大的突破。希望做的不是无用功。校长，你看啊，武阳这个班是38个人，从这个毕业照片上看呢是30小个。这孩子我知道，他是那个6年级下半学期来这儿旁听的，当时他户口不在这儿，因为是旁听生，
所以呢，名册上没有他。那这个孩子什么时候离开这座城市的？我相信呢，你们一定能认识他。他是这个班级最有出息的同学，现在是大老板，亿万富翁，而且呢是人大代表。他是宋志国？对呀，你还能看出点来？看不出来，还真的看不出来。月月，别动，阿姨会打死你。别动啊！我妈妈没了，我想把你当妈妈，你就这么对我？听我说，阿姨想带你去救一个人，你跟阿姨走，阿姨保证不伤害你。去救人啊！月月，你不是想去见你爸爸吗？你不是想跟爸爸和好吗？走，阿姨现在就带你去见你爸爸，好吗？啊！威胁我爸去救坏人，你男朋友是坏人！杀了我吧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我会找到他的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那个，怎么着？有事儿啊？您拨打的有事儿你和我说呀，我一定帮你安排。小陈，不麻烦你了。哎，杨旭那边已经布置好了。你在想别的事儿？我给你个忠告，这种时候你不可以分心。白小姐，做女人老这么居高临下不好吧？高处不胜寒呐。我的防寒能力比较好。看来你已经习惯了。你也应该是。习惯在压力下做事情的人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清醒。我还想给武阳打个电话，因为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跟刘丽配合好。这好像不符合你们的程序吧？你负责排装。是，黎威一直守在观察口。杨队，黎威离开观察口。这就好办了。刘伟，你马上吸引观察口的注意力，排装下的突击组随时准备突入。能不能也给我个人质玩玩？你要干嘛？外面那么多枪对着我，
我总得找人帮我挡挡嘛。打不着。我知道，但我一个人太寂寞了，找个人陪陪我行不行啊？行。他刚才打的手语什么意思？别管我，你们先走。走，你上去，快点！杨队，王八蛋！你们都是差劲吗？敢敢杀我你们这帮废物！啊！死个疯子刘康，以为变疯子了，行动要取消。刘丽的性格是先求保护再做决定，值得一赌。赌什么？赌命啊！人质的性命危在旦夕，难道你要先向上级部门汇报，让他们来做决定吗？你没有孩子，你不懂这个心情。我比你更懂孩子的心理。其实，很多大人的心情在孩子看来，那完全是扯淡。杨队的舍一保三的决定就是胜利。你别给脸不要脸。说，是不是你们有什么计划？你想多了。我想多了。他刚才只是自己的。他让我别扔下他。放屁！你骗我！有什么事儿啊？能管管你的兄弟吗？我管不了，我没疯就不错。大家都别那么激动，直升飞机已经升起了，不容易，你别给我捅娄子。哟，这采信效果还挺快的，会不会太快了呀？早就联系好了，只是催他们下决心而已。不对吧？我刚才就觉得你让我发彩信不太正常，现在人质状态也不太正常。江元成，你炸我是不是？武阳，是你的心态不正常吧？你胡说八道！我明白了，直升机是幌子，彩信是幌子，电话也是幌子，你就是想让刘丽拿手语给你打暗号。全体注意，全体注意！人质在逃跑，赶紧攻击这奸业人质！这都是炸弹！你们还我已经死在这！别吵！我没动，别紧张。对，别怕，你哪儿有去？刘伟，台庄分组，突击营救。队长，李威怀里有人质。
老师，刘老师，我知道你想我死，不过你应该不会想这帮孩子陪我一块儿死吧？有种你抱我，抱我！这么多警察陪我一块儿死啊！啊，我值了，来啊！退后！退后！听见没有？刘老师让你们退后，听话啊！退后，快！刘老师，刘老师，叫长阳把门锁上，快！把你给人来！人质再次被劫持，是我突入，请指示，杨队。停止进攻，撤出来。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。孩子们都救出来了，放心吧啊，他知道了好，现在在医院，放心。没事没事。看到了吧？一个人要是死，很容易。其实我刚才真的希望你按下去。按下去了，我就不用做选择了，现在也不用烦了。可既然我没死，我必须玩到底。我活着就不能输。我劝你，还是安安静静的，陪我走完这最后一段路。为什么要停止进攻？为什么不冲进去？刘丽怎么办？可是，陆局，老姜，我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：宋志国是武阳的发小，而在银行的劫案中，武阳枪杀的那个死者叫许洪波，几个月前是宋志国的财务总监。这么巧？是这样的，现在除了刘老师以外，所有的孩子都已经出来了。
并且他们现在的状况非常的好。等他们安顿好以后，就可以带家属去看他们了。哎，宋老师，宋先生，您现在是不是也一样的激动呢？激动。现在刘老师还没有出来，绑匪们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他们是真杀人质了，大家都应该很清楚。我现在除了紧张就是担心，何谈激动呢？刘丽还在里面，但是她没事了。打个赌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所以我一直认为跟武阳谈判的不是我，而是别的人。信息中心的材料出来了。徐洪波在本月5日租用了银行的一个保险柜，今天早上办理了退租。保险柜储存登记单上填写的是贵重物品啊，还有，监视录像显示，武阳在打死徐洪波后，3人迅速逃离了现场。逃跑的时候，他带走了徐洪波的包。贵重物品在包里。真的是贵重物品吗？贵重2个字，向来含义很复杂。我们之前掌握的信息显示，武阳一直在干替人要账的营生。那条我也看过，他做得很周到，没有一笔生意跟雇佣方有直接关系。很多老板都钟爱这种人。发小的友谊能让雇主的关系更具有信任感。这样，我们来做个假设，假设贵重物品对宋志国有特殊意义，于是宋志国雇佣武阳从徐洪波手里夺取，技术要求就是得表现的跟他和他的企业没任何关系。然后武阳策划了一起假的银行劫案，把射杀徐洪波演绎成过程中的偶发事件。现在这个贵重物品在武阳手上，雇主肯定希望他全身而退，所以宋志国租赁直升机施压警方开启航线。假设很符合逻辑，但怎么确认？把退路堵了，我们看宋志国有什么反应。从心理学角度上分析，武阳不会再伤害刘丽，刘丽是他的救命稻草。这样做还有用吗？警察一冲进来，谁都保不住。守住你不就行了？别再一意孤行了，投降吧。或许你还能争取宽待。你说的很对，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。好，那我陪你。江先生，你别跟我强调什么。我心里清楚的，我的命和刘丽是拴在一起的，我活他活，我自由他自由。你理解错了，我根本不需要强调什么，因为毫无必要。什么意思？我这样告诉你，因为气流的原因，直升飞机无法起飞。知道了，我和刘丽同归于尽。武阳，我知道你有更好的筹码，只是赌局没玩好。出什么事儿？你我心知肚明。这样，武阳，我长你几岁，我就倚老卖老，给你个忠告：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没你想象中那么好，当然，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坏。如果筹码赌不回你要的东西，不如退而求其次，拿来赌条命吧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？你先不用着急，我给你15分钟，你仔细想想我说的话。想好了，我们认认真真的谈。听我说，大家
家听我说，安静一点，我们一点点的听从指挥走，好吧？来，慢点，来。但警方表示不会放弃营救。有消息称，由于气流原因，低空航线今天全部封闭，直升机无条件飞行。案情发展如何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哎，宋先生现在的压力最大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视角，可以采访他。我觉得他未必愿意接受采访。那就拍下他的身影，告诉人们，他的心被一个别人忽略的人牵着。哎，大川，出个夜。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回答我。啊，你跟那个宋志国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什么？你怀疑宋志国是敌人？你怎么回事儿？我这是在了解情况。我可是当过保卫科长的。哼，对，我忘了你的光辉历程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还真有点可疑。他老出去打电话。他到处筹钱，当然得打电话了。这事儿我还真的跟你抬杠。哎，你说都是做好事儿，他避什么人呢？这都是长脸的事儿，他避谁呀？江云成，我要见江云成，为什么不批航线？里面还有人质呢，为什么不批？为什么不批啊？宋先生，有话慢慢说。我要给你们领导打电话。绑匪一败再败，就要歇斯底里了。万一出手伤害人质，谁负这个责任？宋先生，你不用着急，你的意见我会向上级反映。我正好要找你。刚才于婷说了，所有出入现场的人，包括警务人员，都要登记一下通信情况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，例行公事，你的手机。看来，的确是起反应了。刘老师，没想到，我还真的小瞧你。其实我也小看我自己，我能变成现在这样，也得多谢你。你还真的挺聪明的，知道不可能大家都出去，就自己留下来，这样我的命就和你的命拴在一起。我佩服，敢拿自己的命跟我赌。说老实话，我真的很想杀了，我不敢。我也想活着。中移动和联通都已经开放用户名单，我们正在比对。报告，从凌晨到现在，与该手机通话的号码一共有47个，其中不包括武阳与我们之间的通话。这47个号码当中，36个是注册用户，11个是充值卡。如果有联系，当然不会用跟我们通话的号码。先联系11个充值卡用户，联系不上的做激活定位。可你知道吗？你毁了我的梦想。你这种人还会有梦想吗？我觉得，其实你跟我小时候的老师是一种人。你们都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人。我小时候的生活很压抑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教过像我这样的孩子？我们这些孩子其实都一样，从小就没有梦想，也没有未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碰到了一个女人，然后我就开始想，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梦想呢？
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随便聊聊呗。非得把变态演成一个情圣吗？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我这个让你恶心的变态看过一篇文章，里边说，在咱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，有3%的人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其他的人不是他们不想实现，而是慢慢的，他们把自己的梦想给忘了。我知道你还在犹豫。如果你还有良知的话，去投降吧，不要让他失望。刘老师，一个人是不是没有梦想，就没有未来？有3个处于关机状态。哦，不，有一个又开通了。激活定位剩下2个号，信息中心已经开始操作了。宋志国用的是双卡手机，可里面只放了一片磁卡。如果假设成立的话，他应该事先察觉到，所以丢了另一个号。就算我们明白这一点，也毫无用处。这不是一个能快速解决的问题，我们必须面对面查所有号码用户，看能不能找到线索。我说代表，你的事儿啊，我现在都已经掌握了，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。我党的政策一向都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所以我跟你说，你张先生，您不觉得无聊吗？哎，这怎么能是无聊？宋先生，你的手机。我现在终于搞明白你们拿我手机的用意了。说了这么多，都是想表达我们是例行公事，没有太多的针对性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我理解你们的工作，可从心情上来讲，我无法接受。看看。你觉得奇怪的就是这个？对，他像是在卸手机卡。他为什么要卸手机卡？卸了之后为什么要扔在地上踩2脚？不应该啊！小同志，你越来越有狗仔队的素质了。这是新闻工作者的敏锐洞察力。杨队，有个记者打来电话，江初让你听一下。我只是觉得宋先生的这个举动很奇怪，所以给你们打个电话问一下，是不是需要重视？有人找到你丢失的手机磁卡，我们可以帮你恢复一下。放心吧，我们的技术很好，没问题的。他一直忙着为孩子们张罗，怎么敢把磁卡扔掉？从状态上看，他不像是精神分裂症患者。刘二，恢复出来以后，马上回拨所有的通讯记录。
怎么了？磁卡受损严重，我试了好几遍都无法恢复。李伟，说老实话，你和刘康死，心里是有那么一点点内疚。可是从一开始你就应该明白，做这种事本身就是赌命，赌赢了才能回来，赌输了只能认。是，我还活着，可活着不代表我一定能赢。可我必须得赢，我要活着出去。对林根出轨，对不起，兄弟。很抱歉，磁卡无法恢复。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没有帮你恢复磁碟。没关系，反正那些我不用的。看来你们警方的技术能力还是不行啊。下一次我们一定改进。那我就可以走了吧？我真的没有更好的理由只有送主播。我相信警方查找线索的途径不止一条。我怕夜长梦多。你有返回来炸武阳的想法？现在这种时候，恐怕不容易。我只需要一个理由，怎么着也得试试。武阳，我不得不说，你又抢银行又劫人质的，完全是策划上的错误。江一成，别跟我绕了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。现在是我在做决定，我有个问题很急迫。我们可以达成一些默契。告诉我，我会判死刑，对吗？这个由不得我定。我想知道，如果我立了个大功，能保住我自己这条命吗？那得看你立什么样的功了。江月成，放弃吧，别想从我这套消息，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。好吧，我只能说有过这样的先例。我明白了，在审判定罪之后，我会考虑是否帮助警方破获一起大案。你让我觉得我说错话了。江一成，告诉你，我决定投降。希望这是你唯一的打算。投降是我唯一的活路，为什么不呢？张一成，你进来吧。一个人，我只对你一个人投降。谈了这么久，我挺佩服你的，所以我不想让那个女人抢了你的功劳。再一次的得罪了我。我不需要猜测他的用意。他很明白利害关系，这说明他的审慎。我想，他是真的想投降。你不能走啊你啊！啊！警察这关你过了，可我这关你还没过呢。别说话，我最讨厌那种一事无成、还自以为是的人。他要打我！同志，我强大你。不用，我进去以后，武阳第一件事就看我带没带枪，带了也没用。江一成，你……我想给月月打个电话。你是这儿的最高领导。
我知道你最想做的事儿就是跟你爸爸通电话，对吗？孩子就是个孩子，走。怎么了？没人接吗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老贾，已经部署完毕，我去指挥现场。刘老师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宣布投降了，咱们很快可以离开这儿。有件事儿说出来恐怕你也不会相信，我开始有点舍不得这儿了。我也没想到，这么一个臭气熏天的鬼地方，居然埋藏着我最后一线希望。我不相信你人生还有什么希望，即使有，也是绝望。那是我的事儿。周老师，咱们以后应该不会有机会再见面了。我想请你用最最真诚的语言告诉我，我是个坏人吗？如果有机会，不惜一切的杀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相处这么久，也算是缘分。我给你个承诺，如果有一天你来杀我，我保证不做一丝反抗。现在我能做的，就是尽量保住这条命。我争取留着我这条贱命，等你来杀。月月，你爱你爸爸还犹豫过，可是我爱这个男人从来没有犹豫过。我只是想跟我爱的人生活在一起，所以必须要战胜你爸爸。月月，这次算我求你，你爸爸只不过是树一词，而我的男人是一条命。月月，只要你不反抗，我保证永远不会有人伤害你。我向你保证。怎么又打电话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出了任何问题马上出境，什么也别管。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，月月失而复得了，而且我向你保证，月月永远都不会再丢了。你控制住月月了？吴阳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不是你给我未来，而是我们一块儿去抢未来。
秘书啊，绑匪已经投降了，让那个会议不用取消了。接我电话是吗？不接我电话。白小姐，武阳这个举动，我可以理解成绝望吗？难道他有很强烈的舞台欲望吗？老姜，武阳这个举动含义不明，要不要取消行动？我不管他想表达什么，跟谁表达，至少我得先把人质救出来。反常举动意味着对方有可能做出伤害的行为，你要三思。我想尽快见到我女儿。孙鑫、洋洋和丹丹也出来了。刘老师是好人，是他冒险把我推出来的。他还要我告诉警察，他会把丹丹他们全部都救出来的。少年组一个姐就出来了，只有一个老师还在人手里面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绑匪宣布投降了，刘老师就要出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已经到现场了，现场的情况让我很欣慰。听到这个消息啊，我都差点哭出来。是啊，哎，对了，专案组的成员呢，我已经给你调配出来了啊，我一会儿也到现场。好，等这个案子结束之后，我为你们请功。我台记者刚刚发来消息，绑匪已经决定向警方投降。因为之前没有丝毫迹象，所以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现场所有的人都震惊了。警方决定接受绑匪投降，谈判专家江约正在向现场走去。如果没有意外，临汾历史上最大的刑事案件即将画上句号。放心吧，只要控制住江月的，
江爱成一定会主动帮我脱身的。这是一辆救护车的车牌号，你拿好了。我当护工的时候，跟这辆车的司机关系最好了，我能搞定他。你知道，我不希望你忘记。就当有备无患吧。我不相信警察。领导，领导，你就是那位手语专家，也是心理专家。幸会。给我个耳麦。喂，武阳，我到桥上了。江处已经上桥，各个分组注意警戒。把手机调到免提，双手举过头顶，到门边上来。我到门口了。双手同时敲门。张先生，可以挂电话，挂完电话之后，慢慢开门，自己进来。关门。登记。没带枪，默契。走。张妈妈是真的受伤了吗？我还以为是做游戏。傻孩子，只有你以为是在做游戏。张妈妈，她会不会有危险？他一定不会有危险的，不会的。对，他一定会得救的。我们等他出来，好吗？我们买一束花吧，等张校长手术完了，放在他病床旁边的柜子上，怎么样？好。医院门口有个花店，我去买。妈妈，我去门口买花。左转。刘老
老师很安全，放心了吧？现在可以把刘老师放了吧？当然，不过咱们得先谈谈怎么出去。我答应过你，亲自为你做申请。这事儿没那么好办吧？出去聊聊。让弟兄们提起12分的消息，越是最关键的时候，双方的弦绷得越紧，一切意外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是。各小组注意，注意警戒。这对你来说应该算是个意外情况。个王八蛋，早就算计好了，林丹跟你一伙的是吧？对啊，别冲动钻牛角。咱们一直都在谈交易，这是最后一笔了。为什么都善始善终呢？他妈除了拿女人和孩子当工具，你还会干什么？还真没有。我是坏人。没原则、没底线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你想怎么着？考考你跟我的默契吧。好，我拿你的自由换我女儿。我要出境，出去以后我亲自押送，路上其他人我来摆平。够默契。为了表示诚意，这是引爆器。李丹，啥急事找我呀？今天我有任务，这车出不了。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出门以后我有号，那边有人接应你。这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不要理会。